展望第四季咧，對港股、A 股同埋美股前景係維持樂觀嘅態度㗎。首先咧，聯儲局再次展開減息咧，係會有助降低借貸成本啦，刺激企業同埋投資同埋消費，咁樣係會利好全球嘅股市㗎。其次就係美中貿易談判咧係取得成果，係有助舒緩地緣政治緊張嘅局勢，提振市場信心。中國經濟係受到政策支持，係穩步增長啦，而美國嘅經濟咧亦都保持住韌性。兩國嘅經濟持續增長咧，係為股市提供咗基本面嘅支撐㗎。咁第三方面咧，就係美元嘅匯價持續偏弱啊，會吸引資金咧係流入港股同埋 A 股㗎，同時係有利美股嘅估值亦都擴張。不過咧，港股同埋 A 股嘅估值咧仍然係相對便宜，預料年底前咧係會繼續跑贏美股同埋全球嘅主要市場㗎。恒指喺第三季咧已經創出咗4年嘅新高㗎啦，相信年底前咧係有望挑戰28,000點或者更高嘅水平㗎。科技股同埋金融股咧係受惠於低息嘅環境同埋內地經濟復甦啦，會繼續成為主要嘅推升動力。A 股方面咧，上證指數第三季就創出咗10年嘅高位，預料年底前咧係可以逼近4000點或者以上水平㗎。消費、科技同埋新能源嘅板塊係表現出色，以政策紅利同埋內需增長咧係作為主要嘅推動力。展望第四季咧，大宗商品市場預計會繼續表現強勁㗎，受到多重嘅利好因素推動啊，包括咗第一，聯儲局重新啟動減息啦；第二，美元持續偏弱啦，利好以美元計價嘅商品價格；第三就係新興國家去美元化嘅趨勢持續啦，亦都增強咗對黃金呢啲避險資產嘅需求，推動貴金屬價格上升。第四就係地緣政局多變啦，中東同埋東歐嘅緊張局勢仍然未緩解，支撐住原油同埋天然氣嘅價格。仲有第五方面咧，就係白宮即將係確定下任嘅聯儲局主席人選，新任嘅央行主席嘅貨幣政策取向可能會變得更加鴿派嘅，而同時聯儲局內嘅理事成員更換啊，政策嘅連續性咧係存有疑問嘅。呢啲因素咧都會加劇美匯指數嘅下行風險。預期本季之內咧，美匯指數可能會跌到去95水平或者以下㗎。而美元對人民幣嘅匯價咧係同樣承受住壓力。中國經濟喺政策支持之下係穩步復甦啦，人民幣係獲得支撐㗎。中美貿易談判係取得進展啦，有助貿易戰係降溫。人民幣係預料會保持住穩定㗎。新興市場去美元化嘅趨勢增強咧，係減少對美元嘅依賴。預計本季之內咧，美元對人民幣匯價可能會下試7.05附近嘅。